曾經萬籟俱寂。之後，香港流行音樂史上出現咗一個重要嘅品牌——寶麗金。半斤八兩做到隻隻咁嘅樣，天天搵個兩三餐，囉囉亂心掛掛。佢孕育咗多位樂壇真正巨星。你笑得甜蜜蜜，有人讓你倚在深秋，無心睡眠。亦都創造咗無數極具代表性嘅經典金曲。每一天這醉者，有你有我有情有生有死有義。香港樂壇不朽傳奇，寶麗金傳。3月21，香港音樂會展首度發行。